究竟係咪要心血管塞晒嘅病人先需要通波仔呢？通波仔唔單止係單靠血管嘅阻塞程度嚟判斷，仲要考慮到患者係咪患上緊急心臟病發啦，又或者本身係慢性心血管疾病，同時亦都需要考慮整體嘅心臟功能性評估。點解我哋好常見到後生嘅病人需要接受緊急通波仔呢？最主要嘅原因係佢哋患上急性心臟病，而成因就係冠心血管裡面出現咗一啲唔穩定嘅斑塊，並且破裂，導致到血管栓塞，所以需要進行緊急通波仔。通完波仔係咪代表血管即刻乾淨翻晒呢？裡面嘅血管斑塊係咪即刻消失晒呢？通波仔並且順利植入支架嘅作用，最主要係將狹窄嘅血管撐開，將剛才所講嘅脂肪斑塊擠向血管內壁，令到血管重新流暢。並唔係即刻將呢啲嘅血管斑塊消失嘅，要將呢啲嘅脂肪斑塊縮小，必須要配合有效嘅藥物治療。特別係術後，我哋要好好咁控制我哋嘅三高，特別係膽固醇。如果膽固醇控制仍然係唔理想嘅話，斑塊就會繼續喺冠心血管嘅其他地方啦，甚至乎支架內壁慢慢累積，導致支架內再次狹窄。通完波仔之後嘅同一個位置會唔會再翻窄呢？如果翻窄嘅話，仲有冇得再做呢？如果通完波仔喺同一個位置裏面翻窄呢，技術上係可以再做手術嘅。但係血管嘅彈性係會不斷咁樣下降，而重複做手術嘅難度亦都會越嚟越高。手術之間出現併發症，例如血管壁破損嘅風險，亦都會大大提高。所以我哋都同病人強調預防勝於治療。根據國際指引下咧，其實我哋希望患者嘅膽固醇降到1.4以下，因為呢個數字可以好有效降低復發嘅風險。如果生活習慣改善，再配合口服藥物之後，仍然都唔能夠達標嘅話，可以配合針劑藥物去再進一步降低膽固醇水平。裝咗支架之後咧，會唔會有啲咩不良反應㗎？做完手術之後，可唔可以唔使食藥啊？喺血管裝咗支架之後咧，可以好罕有地導致到慢性發炎，令到血管內壁嘅細胞增生，造成血管收窄。雖然現今嘅支架裡面咧有藥針塗層，可以抑制細胞增生，減少血管收窄，但係仍然都唔可以忽視術後嘅護理同埋恢復。手術後更加係要繼續食藥嘅。首先係要食抗血小板藥，去有效降低血栓嘅形成同埋復發。除此之外，更加要食控制三高嘅藥物，特別係膽固醇藥。大家記住，通波仔打通血管只係治標，改善生活習慣，控制三高先至係治本。